有時都需要放慢節奏。一片海，一塊板，一個夕陽，啱啱好。哇！いただきます。今次我仲想去遠啲。好寧靜，好舒服啊！喺呢度俾大自然包圍住，諗少咗，睇多咗，連時間都好似陪我慢落嚟。呢個旅程遇到好多唔同人同動物，冇諗過原來我同佢哋嘅距離可以咁近。返到酒店擺低行李，休息一下再出發。今からシーサーを塗るんだけど、こんな風にですね、ここの部分都唔係好難啫。嚟到陽光與海灘，又點少得一杯菠蘿沙冰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おいしい。呢度嘅星星多到完全數唔到，流星一粒接一粒啊！跳出日常，原來可以好簡單。Hong Kong Express 直航，2個鐘就飛到去石垣島，輕鬆擺脫城市嘅節奏。